我是小邓老师，我是小晴。小邓老师，刚刚我们看到这么多的客家美食的照片哦，光是看照片呢，就让我一直流口水喽。冇錯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今日我老大家來介紹客家飯呢哦。客家飯呢？什麼是客家飯的呢？哈哈，就是好多人講嘅粿呀啦。哦，原來客家話說的飯呢，就是我一般說的粿呀哦。係呀，客家人好食飯呢，沒當為大飯呢哦。小鄧老師，等等，大飯為什麼又要大飯呢？我們不是在講客家美食嗎？怎麼變成做衣服要打板呢？小晴啊，大飯就會製作板石啦。哦，原來大飯就是製作板石哦。係呀，節目到呀哈，你可唔可以兩隻詞彙咯？ID 就是飯呢跟大飯，哈哈，很強哦，冇錯，就是飯呢撈大飯。好，那我們今天呢要給觀眾朋友們介紹什麼樣的客家美食呢？客家美食有分主食類、撈點心類。今日我老大家先講點心類。我喜歡，那快點告訴我們吧。早期嘅客家人啊，大部分有耕田客多哦。除了有種蓬萊米，也有種雜米、撈糯米。然後呢？客家人啊，非常嘅生巧，無論係蓬萊米，也係雜米、撈糯米，全部都做得拿來打板。蓬萊米跟糯米我聽得懂哦，那另外一種米是什麼米呢？雜米就是再來米啦。雜米就是再來米哦。老師，那這些米可以做什麼樣的點心呢？啲客家人啊，家下小青入門都講雜米，出來講雜米，佢做得做板條，有的人講很多麵趴板，雜米還做得做水板呢，也有人講碗板呢，還有好多人講碗粿啦。那我有講到米大白，客家話就講到米糍粑。板條叫做麵趴板，那我們台南人愛吃的這個碗粿叫做水板哦。米苔目就叫做米糍粑，哇，真有意思哎。還有啊，就係當人愛食嘅糍粑，糍粑係糯米做嘅哦，當人都當好食。ID 就是要沾着糖粉跟花生粉的，叫做糍粑。錯，就係糍粑。糍粑啲人啲客家美食點心嘅地位當高哦。地位很高，這怎麼說呢？啲客家上面嘅生活當中啊，無論係好事也係壞事，都會打糍粑嚟搶人好食。這又怎麼說呢？因為客家人啊，當好客。故說啲搶人哈食飯之前呢，養人哈會肚食藥，故說就會打糍粑嚟搶人好食。原來是這樣哦。小晴啊，我問你哦，糍粑你食過嘅係甜嘅係冇？是啊，那糍粑不是都沾糖粉來吃嗎？我哋客家人食糍粑，沒有食鹹嘅喲。這麼特別哦。係啊，客家人會撈啲嘅糠糯米啊，又到碗香，再個撈啲嘅糍粑當一盤，放到碗香。愛食嘅時節啦，就會撈啲嘅糍粑，煎一些啲來煨糠糯米。嘅糠糯米夾定嘅糍粑來食啦，真件好食到什麼都會吞落去哦。哇，客家美食點心哦，真的是名不虛傳呢。係呀，講定啊，到好客之家客家學堂美食篇，今日就介紹到呢咯。以後我來你觀眾朋友講真來了哦。真來了。